9月19號嘅中午，鰂魚涌濱海街發現懷疑戰時嘅炸彈。政府接報之後即時作出部署，並且喺同日嘅晚上疏散附近居民進行處理。經過咗大概9個小時嘅努力之後，成功解除咗危機。今次發現嘅炸彈裏邊藏有500磅高性能嘅 TNT 炸藥，威力估計仍然同當年製造出嚟嘅時候威力近乎一樣。若果處理不當，破壞嘅範圍係相當廣闊，後果實在係不堪設想。幸好香港擁有全世界質素最高嘅警隊，爆炸品處理課嘅戰士喺3號風球懸掛嘅晚上，冒住生命危險通宵拆彈。消防處喺過程之中亦都一直在場戒備，慎防意外發生。今次事件之中，影響係涉及附近18座樓宇，大概6000個居民，當中有老有少，單係疏散已經可以引起混亂。民政總署職員同埋關愛隊當晚喺每棟大廈設立服務站，協助居民疏散，又安排旅遊巴接送居民去到臨時庇護中心，並且喺中心裏邊通宵照顧居民。民政總署合共開設咗19個臨時庇護中心，安排接近450個有需要嘅居民入住，並且提供床鋪、飯盒。今次更加破例，係俾寵物嘅飼主帶同佢嘅寵物一齊入住臨時庇護中心，並且為呢啲特別嘅居民提供咗獨立休息嘅地方。唔同嘅政府部門同埋機構都有參與疏散行動，消防處聯同醫療輔助隊、民安隊、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、社會福利署等等，一齊協助有特別需要同埋行動不便嘅居民疏散，以及喺現場解封之後返回住所，等居民可以井然有序疏散去，安安全全歸家來。今次炸彈驚魂得以圓滿解決，充分展現咗官民同心、社會攜手協作嘅可貴精神。政府部門各司其職，作出咗周詳同埋完善嘅安排。市民嘅諒解支持同埋理性嘅配合，亦都令人感動。政府施政係需要市民嘅理解同埋支持，否則只會事倍功半，甚至係功敗垂成。正如行政長官李家超所講，施政嘅最終目的係為咗市民嘅福祉。做得好就要讚，做得唔好就要話。政府今次出色嘅表現真係值得點讚。